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11日，箴言11章1節到2節安尼講：欺騙的天平，上主厭惡；公平的秤槌，伊所喜愛。有驕傲就見笑，有謙卑就智慧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無欺騙，有公平，無驕傲，有謙卑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早佇地，現在佇地，將來也永遠佇地的全能上帝。你是全能公義、聖潔的君王，你是信心無改變的掌權者。主啊，你的寶座建立佇公義甲公平之上，你所行的一切，攏完全正直，無錯誤。主啊，願一切榮耀、權能甲頌讚，攏歸乎你。主啊，求你教示阮行公平甲公義，互阮無因為人的身份、地位、財富，也是背景來騙待人，乃是用疼心甲公平來對待每一個人。求你除去阮心中的偏見甲私心，互阮效法你的公義，佇服侍眾人的時，彰顯公平。求你互阮謙卑，閣有智慧，來行你的教示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